咦，乜又係你哋啊？冇錯，又嚟到一年一度嘅曼城對皇家馬德里，連續第5年嘅對決，帶住上年被淘汰嘅不忿嚟到班拿貝球場，曼城梗係想要獅子撲兔啦。但係皇馬係皇馬喎，開賽僅僅2分鐘就有事發生啦。雲尼幾乎博到12碼噶，只不過睇完 VAR 之後，原來只差一點點，改判之後變翻罰球。但主隊都冇需要等得好耐啊，對親藍月亮都特別醒神嘅曼城殺手洛迪高專登拉得最邊去避開奧懷利，喺招牌嘅反擊中窄位右腳遠處射破多納龍馬，打破32場比賽嘅入球荒。莫非喺將士用命嘅情況下，沙比亞朗素能夠打出翻身仗？只係佢面對嘅都係佢曾經嘅教練哥迪奧拿，佢又點會輕易俾你嘅氣勢壓倒啊？藉住英超球隊嘅看家本領，佢哋向皇馬還以顏色。角球開出，法迪奧頭槌一頂，引致到古圖斯得手，奧懷利門前執隻死雞，大罪立功，追成平手。而喺重新主導形勢之後，今季曼城嘅左路配合又一次見下奇功，道估2對1揾到 underlap 嘅奧懷利，英格蘭左閘傳中，魯迪加一向嘅大動作，今次亦都終於出事啦。球證翻睇 VAR， 今次12碼，而挪威人擔任劊子手，自然都冇得走雞啦。繼啱啱完成嘅英超100球大關之後，呢個入波亦都成為咗佢50場歐聯正選中嘅第51球。曼城帶住領先優勢入到更衣室，皇馬下半場努力反撲，再次喺開波冇耐之後企圖加速去偷襲曼城，只係比寧咸今次稍為笠高。而下半場喺古圖斯力挽狂瀾之後，皇馬亦都不停咁樣用傳中簡單直接去產生威脅，可惜通通都未能夠好好把握，最後亦都只能夠以1球飲恨。從球員嘅肉緊程度睇得出，呢場應該未必係沙比嘅生死戰嘅，只係如果再咁樣輸落去的話，呢位少帥嘅未來都岌岌可危啦。